好啦，以上前朋友一些困过後啊，轉到福氣來嚟啦。節目嘅現場咯，今日嘅何康健來報道嘅單元，同以上前朋友傾下來關心嘅係講到咧急救嘅問題咯，吼，咧急救真件係動槍藥啊，學起來啊，人講啊，吼唔係同拖盤時，唔過你拖兩個緊急嘅時節，真件吼都是嚟用到嚟吼。係像你下頭先應該提到嘅吼，那個 CPR 嘅通狀啊，吼，做係我簽一個，講恁骨頭嘅兩片來講對動我嘅素材嘛，吼，對動我嘅素材。用鉗下去吼，一般來講啊，有等於就講有我要去睇你，去睇你，那個你頭按樣嘅，一時節按樣嘅氣質，按樣嘅點啊，按樣做啊，吼，所以來自己有效果冇，也係講要做到正確冇。其實啊，每個人嘅體型冇相同嘛。錯啊，每個人嘅頭冇相同啊。冇相同，所以喺一個人發生事情嘅時候，你就看一個人，他們就一太口誒，好按鉗嘅嗰個，好鉗差唔多一個人嘅胸部嘅厚度差唔多1/3，一般差唔多5公分左右啦。差唔多按用按啲頭按用鉗下去，我要一個5公分嘅一個程度。係差唔多5公分程度。咁佢嗰個是一個人嚟講，細人咧，1歲到8歲，哦，1歲到8歲就是兒童，兒童嘅部分差唔多3公分、4公分左右。哦，還要看研究嘅人係細人咧，也係大人。喺個歐亞嘅嬰兒，歐亞子來講，歐亞子嚟講嗬，差唔多2公分左右，2-3公分左右就做得。歐亞子係2公分，細人係差唔多3公分邊嘅嗬。一個大人上來講就係5公分左右。老人家嚟啲時間。哦，老人家就要看咯，像有的位老人家嗬，用嘅呢頭跟大人正常人差唔多。不過像有的位係人係親舊嘅朋友，也骨質疏鬆，所以嗰個鉗冇鉗太大力，太大力。你可能鉗下去，如果唔會浮起來，嗰時間你就要注意，有個人可能肋骨、胸骨都俾人鉗斷咧。鉗斷係咧，骨數有時間就通常就停下來咧，唔好做咧。係，就等檢查落嘢。哦，一早喺天陣講，係講係按樣嘅情形來講都唔好做，韓國頭先要講到一陣唔好做，就係佢有面部有表情嘅時間，表示講錯啊，佢一下都係有頭氣咧，拜託唔好咁做咧。係有乜嘅樣嘅情況係愛提醒就講唔咩咁樣唔好做嘅情況。像人哋鉗嘅幾位嗬，你看到入嘴嗬流清到血，嘅血印流出來。血印流出來係樣嘅，有睇到有可能有個人內出血太嚴重。哦，按太嚴重嘅家人就唔再繼續鉗嚟做咧。係啊，就唔適合嘅。係。哦，希望唔出嚟一天嚟繼續鉗下去，鉗到樣嘅咯，就鉗到一半。譬如說，而本身冇反應咧，忽然間眼珠拔過來，希望忽然間就在咳嗽、抽搐，陰促，嗰時間你就再停點下來嘅。或者是做得點下來就救護人員來嘅，或有人來跟你接觸，就做得點下來。最重要你做得點下來就講，你做啊清救嘅，20分鐘、半點鐘，我冇力咧，你講快死哦，清理你哦。佢係做得穩嚴嘛，係講順康有影響嘅時間就穩嚴來做，係講冇嘅時間就真的冇法度咧。你講嘅嗬，韓國呢做啊，像上班下都太魯順咩嗬？你講係講尤其係查甫嘛嘅嗬，你講係太魯順嗬，一當然佢要為難啦嗬。如果你向天嚟按硬哦，要比一個愛留佢貼片用細，一個人都冇下喺冇下，唔講冇下人來講啊嗬。佢衰到面床康，要貼片要注意講佢嘅床體啊，嘅床數。哦，一天啦，佢嘅做急救嗬，人哋一家人做急救，人哋乜保護自家安全咩？所以一天咧睇安全嘅地方，嗰個係要嘅嘛。個天呢一條硬，嗰個是譬如說人哋睇嘅咩彈簧床上嗬，佢有講沙發床上，而鉗咪個力道會本來個彈簧床吸收到，效果唔好。古時候做唔得到呢個彈簧床，又係講人講碰釘，最後都天嚟睡床嗬，所以我俾扶安嘅天嚟行，嚟佢做呢急救。咁佢如果注意哦，嗰個是一個地方係呢一氧化氮中毒。做細氣冇杯，一天咧梗係細氣落杯。係啊，要空氣講要流通，要對流嘅蔬菜係用上做嘅。希望人之間咪會中毒啊！我真係咧嗬，我叫人哦，咩我哋講一下喺環境係用嘅，唔好講叫人結果自家要冇注意到安全嘅問題。係啊，人哋注意到法律後邊嘅人自家嘅生命嘅安全，一定要注意嚇。好，日頭做太體做日頭部分嚟嗬，好日計係太現實咯。細現實來講，我去做日通做嘅事情，我牙嘅嗬，就看一下順康而咩要帶來嘅牙，牙按用嚟做咧。
應該講老人家、後生人，還有兒童就1歲到8歲嘅，1到8歲，做嘅方法嘛，跟大人完全一模一樣，完全都共用嘅，嗰個就冇，就應兼就做得嚟，咁個學校嘅冇就冇相同嘅嗬，有一次睇下嘅，今年要帶學校嘅按年加年嘅學來，也都冇共用嘅嗬，冇共用嘅哦。不因為講啦，如果一個成人嚟學本身就佔滿超過4咩嗬，過4嘅一個狀況之下，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講日頭唔是太多，日頭唔是太多，日頭唔是太多。那來，你看啦哈，一片哈，一般我哋看到成人嚟學，我就喊伊嗬，小寶貝，按用誒，冇反應嘅時間呢，唔馬上。看伊胸腹部有頭皮毛，因為成人嘅頭皮會過夾，5秒鐘，冇頭皮夾嚟介意要梳，睇下呢兩乳頭之間，安尼輕觸做得，唔係老頭先共用嘅，也係用梳嘅，唔是，因為安尼你太，所以用安尼中指跟無名指，中指跟無名指來輕，嗱個示範一擺本大家是看下嚟。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、6下、7下、8下、9下、10下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30應做，做差唔多30下左右，做差唔多30下左右，唔就盤氣，因為成人嘅本身咧唔做得計盤氣，盤啊，因為盤它也呢屁股邊再向下盤，輸出嚟暢通，盤。這樣嚟盤，就做得啦。一盤起嘅時間要注意嘛，一擺要幾多？再要貼起來，盤差唔多1秒鐘就做得。1秒鐘。盤嚟夾看下啲呢胸腹部有起來嘛，盤用臉頰呢起就做得啦，這樣起得做得啦，唔是講用力盤，唔是，唔是，唔是。嗰時1秒鐘一擺，也係1秒鐘或2擺。1秒鐘一擺就做得。1秒鐘一擺就做得。你講太年啥嘅時間咧？太年相同1秒鐘一擺。用1秒鐘一擺。就係你應輕就做得。係。呢個是講相同，唔相計盤氣，唔出應輕。係。應輕就做得。就係因啲一個急救嘅，一個動作，唔過一動作按用嘅去準則，一可能做係可以提倡大家，可以透過訓練嚇。係啊，我透過訓練嚇，所以將嚟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應就做得啦。好，也就係到成年嚟係個一太年曬部分，所以按用。頭先都講到，你做到個機係有一個反應嘅時間嚟，有反應嘅時間就停嚟咩嚇？或者叫人來嘅。叫呼人來咧嚇，你講而家叫呼人忙來嘅時間，佢見有反應嘅，但係要愛注意嘛嘅嘛嗬，因為邊個看到有一隻嘛嘅紫色嘅部分咩嗬？一個紫色係用嘅啦。有很多復甦姿勢，有很多復甦姿勢。我嚟跟大家講一下哈，講一下。個復甦姿勢呢，最主要講係一個人 CPR 救起來嘅，有頭氣嘅，但檢查過程中就將伊啊口水會降到氣管。希望東西會降到氣管，或者氣管嗬。所以因此呢，要我哋可以把一個體嘅可以反沿樹嘅呢反起來，反過來之後呢，會變成一個動作。貼一隻圖嘅時間就係準備反，準備愛留佢翻身嘅意思。翻身過來之後呢，以用牙梳呢，牙梳來撐到牙呢下巴。下牙咩素材？下巴撐到。下牙咩素材？留佢按用撐嚟。係撐落嚟，撐落嚟。對，撐落嚟。而嘅口水咁樣會流出來。按用。唔會降到。然後一邊呢，再計，等檢查過程中一邊計呢衫褲和外套，保暖。當到。啱過一種技術唔係講一天出嚟嚟做，而係要考慮到，迄個是一個人有脊椎受傷嘅危險，譬如說發生車禍，或對輕高嘅地方彎下來，或者一個人有骨折、骨頭斷裂，嘅時間就做唔得嚟擺，就躺着，就做得嚟。都係一時間就係愛記某一個骨頭方面嘅，或者脊椎嘅一個問題，這樣做一定要用做，也就係我有個姿勢來講都維持愛記久。差唔多15分鐘左右，要轉
我再個留佢彎高一個姿勢，另外一點，一隻姿勢都本佢哎呦健維持呢，冇啊，因為係啊，有個思維血液循環不良，係啊，好，也都係應講到啊，好，都係做譬一個CPR 高後咧，一個愛本佢恢復高後嘅一個姿勢，後尾愛當注意哦，講像前面要透過一基本嘢啊，望教練哦，哎呦來留大家嚟講啊，當然講到小盤嘅詳細啦，限喺提倡我都係愛透過一個專業嘅訓練，本設教學對一個動作啊，含個各方面嘅一個知識，愛下完整地位啦，嚇下完整地位，好，一下生下來，頭先要講到嘅，就係按照一個所講急救嘅時節，嗬，所以愛前呼吸嘅人啊，一講留嘅救護車講，愛帶一隻機器，咩係救命用嘅，一隻機器按照頭先講 AED，因為按照 AED，以我哋即個嘅講法嚇，就係自動電機器。哦，最簡單嘅一個刺痛嘅天擦器啦，天擦機啦，嗬，好，即係講本期一個所以擦下用天嘅意思啦，嗬。其實大家人佢唔清楚，因為講，哦，我覺得講一個天擦機呢，嚇，最主要跟一個人天，心臟嘅天起來。天本期做得跳通啊，做得跳嚟講。其實沒有，一個係你跟心臟嘅天啊完全停止。哦，估數有隻 AED 機喺老本天本而心臟停退，心臟停退你用嘅實咧。係啊，大家就會其實呢，很多人譬如說心臟病或發生那個意外嘅時間啊，嗬，有個人就其實心臟係有在跳動，啊唔過香港嘅睇個顫動，冇正常人哋跳，喺冇正常人哋跳嘅個嘅狀況下，睇人哋顫動，唔做呢心外按壓，嗬，好睇 Kimi， 而做唔可，如果唔可以自己恢復跳動，好切格唔可以。所以要更加人拿 AED 計貼掉擺擺，啊計天臂完全停嘅價位，再做 CPR 再傾，以自然再恢復跳動嘅機會會過態。哦，安樣，古數也都係針對一個心臟病，係，佢有其他嘅病啊，發生事情嘅時候，個心臟限體嘅顫動嘅狀況，啊唔過人哋看唔到咩？係啊，所以就要跟上帝，啊，就是賭。哦，安樣片，嗰時就一機器拿來過後，一個心臟嗬，即天本佢停過後，夾過來做頭先講嘅急救嘅動作係安樣片。係，今日冇帶。好，要帶啲所以講到呢時節來用啦，韓國佢用嘅時節咁要比較講香港頭先講到嘅一個重體啊，各方面嘅問題啊，嗬，所以可能要注意嘅要動到嚟，加下條陣個技術來啦，向小朋友來講到嚟，嗬，喺講到啊，好多平時生活當中，喺講好點點嘅發生一啲意外啊，當然都動到啦，咁啊個到啦、碌到啦，要當到一緊急嘅大家事故，我要乜嘅用嘅方式來急救呢？家下條嘛，陣個繼續請王教練來留大家講，陣到兩位一齊看下聊下來。